而家係微微煮食時間，今日煮嘅係醬油煮雞翼，需要嘅材料係雞翼2磅、泰式辣油醬4湯羹、鹽些少。首先，雞翼用鹽醃10分鐘，然後用凍水沖洗乾淨，然後揸去啲血水，將雞翼開半，先熱嗰個易潔鑊，熱到認為夠熱度嘅時候關火，落雞翼。不需要下油下雞翼的，我是分2次來煮，因為雞翼比較多些，可以雞皮先向下，先至煎至金黃色變成起，再煎另外一半。我首先是煎雞翼比較厚肉那邊，因為雞翼你剪開有一邊係比較厚肉些的。煎至金黃，然後反轉另一面煎。準備一張濕紙巾，揸乾佢，索去多餘油分，抹去油分，放下另一半的雞翼，那一半是沒有那麼厚肉的。開火。煎香，先煎皮至金黃色，才反轉面蒸另外一面。煎至金黃，反轉面再煎。同樣一陣間，濕張紙巾揸乾佢，索去多餘油分。下回剛才那些雞翼，下些鹽，下4湯羹雞醬便完成。這個雞醬煮雞翼便完成了。